8月1號1到2026丙午次馬年嘅可持續債推高一層。老朋友們，真年最需要留意嘅唔係點樣急住賺一大筆，而係點樣減少破財，穩坐現有收入，避開一時衝動，令辛苦急落嚟嘅錢可以留得耐一啲。今日我要講嘅重點其實好簡單，先整理好自己嘅錢包，再剪一個乾淨完整、來源正當嘅流通硬幣，放喺錢包內層，當成每日提醒自己守財、惜財、穩做先次嘅小字號。我先講清楚，硬幣唔係神戶，唔係令一個人突然發達，亦唔係代替你做判斷。真正影響財運嘅，始終係你平日點樣用錢，點樣睇機會，點樣控制情緒。風水互戰真正有用嘅地方，往往唔係憑空送錢俾你，而係提醒你唔好亂、唔好急、唔好賤到手田途就失去分寸。老朋友們呢，可以而家嚟一提，你嘅錢包有幾耐冇清理過？魚面係咪塞滿超市單據、過期會員卡、冇用嘅名片、舊車票、舊腰帶、已經失效嘅銀行卡，或者一啲連自己都唔記得點解有留低嘅紙張？表面睇只係賺唔多，實際上每次打開錢包，眼前都係混亂。久而久之，個人用錢都容易冇條理。所以8月1號呢一列，我建議老朋友們先做一件最實際嘅事，就係將錢包清空一次，唔需要買任何昂貴物件，亦唔需要視為運人做儀式。將所有嘢做樣攞出嚟，有用嘅留低，冇用嘅處理，過時嘅剪開，私人資料又小心銷去，最後用乾淨柔軟嘅布輕輕抹乾淨錢包內外。如果老朋友們覺得今日講嘅內容對自己有提醒，記得訂閱生肖6頻道，順手點個讚，亦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一句8月開運，財庫安滿。呢句說話唔係咒語，而係俾自己一個清楚方向。由8月1號開始，少一分衝動，多一分穩定；少一樣詐糊，多一分清醒。我見過好多情況，有啲人收入唔算特別高，但生活有安排，錢仍有交代，屋企遇到事情都仲有能力應付。有啲人表面收入唔錯，出手又大方，但每個月一到月底就心慌，甚至連自己啲錢去咗邊都講唔清楚。兩者分別唔單止計收入高低，更重要計一個人有冇情急財富嘅習慣。所謂情積財富，唔係教你使錢使地，而唔係有錢都唔敢用，而每一筆錢入嚟，你知道應該點樣分配。生活需要幾多，家庭預備幾多，錢積儲備有冇足夠，邊一部分可以上數，邊一部分唔應該亂動。當一個人對金錢有自信，心自然去定，心一亂，就算錢入得多，都會喺無意之間流走。錢包界美兒同金錢積蓄最多嘅隨身物件，你點樣對待錢包，其實反映咗你點樣對待自己嘅資源。錢包緊格唔代表一定有錢，但通常代表一個人對勤人有基本尊重。錢包破爛、卡片亂西、單據堆滿，而未必代表命中無財，但往往顯示用錢習慣需要重新整理。民俗風水預面，床長床風最齊，長得生活化一得，就係一個地方要穩定、整齊、清楚，先容易令人安心。屋企係咁，睡房係咁，工作台係咁，錢包亦一。你每日打開一個乾淨嘅錢包，見到卡片有固定位置，紙被平整，單據唔執循，角落自然去收到一個訊息，我係有管理能力嘅，我唔需要慌。所以老朋友們要記住，整理錢包並唔係為咗迷信，係幫自己建立一個守財習慣。真正個破財，很多時唔係突然發生，係由一連串細小疏忽開始。
今日多買樣用住嘅嘢，聽日因為面子請一餐超出能力嘅飯，後日見人化有回報，就跟足入場。每一次都覺得只係少少，累積起身就變成一個大缺口。2026年是丙午年，火嘅象徵是速度、力度、反應快，情緒容易被推高。呢一年嘅市場消息多，投資疏忽多，網上尾亦都有人話自己緣到先機會。老朋友們最需要防嘅唔係換場冇機會，而係機會太多，真假混埋一齊，令人未睇清楚就出手。火旺個年份，人容易身子，見到人哋賺錢，自己會擔心錯過；見到價格上升，會覺得再唔買就遲；見到錢有計數，怕巨角會傷感情。就係呢啲夾最容易令一個人喺唔適合自己嘅時候作決定。因此今年唔係鬥邊個行得最快，咪睇邊個可以喺熱鬧之中保持清醒。老朋友們有明白，真正穩定嘅財源通常冇咁刺激，可能只係每個月固定收入準時月賬，日常支出控制得住，身體有精神，家庭少爭吵，突然有事時手上仲有預備。呢種財源太落平淡，但對生活最有幫助。相反，嚟得太快，風險又掌唔清楚嘅錢，往往最考驗人。整理錢包時，有紙類物件最好唔好長期放喺月面。已經過期嘅銀行卡、身份證件副本、寫住大量私人資料嘅照單據，都應該妥善處理。呢啲唔單止是民俗上所講嘅停滯之氣，亦涉及個人資料安全。卡片失效就剪開，單注冇保留，需要就碎掉，唔好因為懶惰而一直帶住。舊相片而唔建議放太多，特別記一啲每次見到都會令你難過、生氣、後悔嘅相片，更加唔適合放喺每日都會打開嘅錢包。錢銀本嚟已經容易令人焦慮，如果再同沉重情緒放埋一齊，久而久之，一打開錢包就會心煩。風水井被殺，生活上其實就係避開不必要嘅情緒刺激。有啲老朋友們習慣將油壺放入錢包，我明白係為咗方便，不過油壺最好使用專用小盒，留意保存方法同有效日期，唔好同紙幣硬幣混埋一齊。如果真係需要隨身帶備，就分開擺放，保持鑑賞。呢個唔單止關乎風水，更加關乎使用安全。至於簽單、借注、爭議等，最好唔好日日放喺錢包，需要處理嘅就另外用等帶收好，列明日期同跟進方法。誠意將一張令人憤怒嘅紙帶喺身上，等於不斷提醒自己受過委屈。人一有怨氣，就容易作出補償性消費，或者因為唔艱辛而冒險，呢啲先係真正影響財庫嘅地方。錢包本身如果已經布線、水皮、拉鏈開咗，卡位鬆到情意跌卡，就唔好再勉強使用。換錢包唔一定要買名牌，最重要是耐用、合適、拎上手舒服。顏色而唔需要盲目追求所謂招財色，而平易願意使用、容易整理、大小符合需要，已經係最好嘅選擇。有人問我，2026年錢包應該用咩顏色？從五行上陣處睇，可旺之年可以選擇較沉穩嘅大地色、啡色、美色、深黃色、灰色、深藍色，或者自己睇落覺得安定嘅顏色，唔需要見到紅色就驚，而唔需要迷信某一種顏色一定發財。顏色只是輔助，真正重要是你用得整齊，用得長久。當錢包整理好，就可以考慮放一個乾淨完整嘅流通硬幣。點這計硬幣？從民俗象徵上講，硬幣屬金，金代表規矩、價值、數年，硬幣已有固定形狀，容易令人聯想到穩定同完整。
喺可持照旺嘅年份，用一個小小沾數物簡提醒自己修煉衝動，意思係合理嘅。但老朋友們一定要清楚，唔係任何硬幣都適合路邊自到又唔知來源嘅，唔建議使用。又係大幣、塑膠幣已經唔法流通嘅大用幣，亦冇必要當成守財硬幣。最好就係由自己日常正當收入之中選一個圖案清楚、冇裂痕、冇嚴重磨損嘅流通硬幣。硬幣唔需要追求私有，而唔需要專登買高價紀念幣。風水最怕人一開始就起貪念。當你花一大筆錢買一個所謂招財戶，心裏日日等做回報，就已經失去原本提醒自己守財嘅意思。越普通越容易令人平常心對待，反而更適合。選好硬幣之後，用清水簡單清潔，再抹乾就可以，唔需要使用來歷不明嘅香油、藥水、符水，亦唔需要用化水清潔至大力測試，保持乾淨完整就足夠。如果硬幣本身有收藏價值，更加唔建議隨便清洗，以免破壞表面。呢度講嘅只係普通流通硬幣。擺放位置可以選擇錢包最內側、較少蠕動嘅小格，最好單獨擺放，唔好同鎖匙、藥片、針線、髮夾混埋一齊。內側象徵收斂，固定位置象徵止稅。每次打開錢包見到佢，就提醒自己真日用錢之前停一停，想一想。呢個硬幣放入去之後，唔需要隨意拎出嚟俾人睇，亦唔需要視為獎，自己做咗一個招財局。真正掃財嘅人，通常唔會日日向壞人交代自己有幾多錢買咗咩，賺咗幾多。財務狀況漲得越多，越容易引來比較、壓力，甚至不必要嘅借貸要求。至於放入錢包嘅時間，可以揀8月1號當日，或者揀一個自己精神平穩、屋企冇爭吵、事情緊急嘅時候，唔需要自絕某一個時辰。真正重要是你當時個人清醒，知道自己點解要做。如果啱啱同人鬧交，情緒非常激動，就先呼氣，等心情平復再處理。放硬幣過卡，可以喺心裏提醒自己，我會珍惜正當收入，我會避開不清不楚嘅錢，我會喺作決定之前留時間俾自己思考。說話唔需要講得神秘，簡單清楚，做得到先有力量。有老朋友們可能會問，放一個硬幣之後，佢咪正財會穩，偏財都會嚟。我有坦白講，冇任何一個戶間可以保證收入增加。硬幣最大作用，佢提醒你解散習慣。當你少咗衝動消費，少咗亂投資，少咗因為面子而使錢，手上剩低嘅錢自然會多。呢個已經係非常實在嘅守財效果。所謂正財是靠工作、經營、退休收入、租金、合理投資回報而嚟。所謂知去財是合情合理、來源清楚、風險明白之下得到嘅額外收入。邪財就是靠欺騙、違法、傷害他人或者利用善人而得。2026年可持旺，消息傳得快，事情曝光而快，越似嚟源唔正當嘅錢，越容易帶嚟麻煩。老朋友們見到任何投資機會，都先問幾個生活化問題：對方點樣賺錢？風險由邊個承擔？資金放喺邊度？幾時可以取回？有冇證實檔？有冇受到監管？對方點只有將咁好嘅機會主動送俾你？只要始終指引講唔清楚，就唔好因為怕錯過而出手。真正適合自己嘅機會，通常容許你思考，容許你查資料，容許你同家人商量。凡事不停催促，話今日唔喐就永遠冇機會，話一定賺，話只有內部人士先知道。老朋友們更加要提高警覺。
可能最容易出現嘅就係利用焦急情緒推動決定，有這種狀態，我唔建議接住做任何所謂財源部署，身上有照大債務，尾二都做一鋪翻身嘅人，先處理現金流，整理債務，唔好再純做概縮為本方法。情緒爭吵與指導低落，家庭關係混亂，或者剛剛受重大打擊嘅人，先休息，先穩定生活，再談其他。呢一種勢已經對招財互揀產生依賴嘅人，今日買水晶，星日買符牌，後日又換錢包，日日都問點解仲未發財。呢種情況唔係互揀唔夠，係細個心態急。真正需要做嘅係停止購買，整理收支，重新面對現實。風水唔應該令人越做越焦慮，更加唔應該令人越花越多錢。硬幣放入錢包之後，如果表面變黑，首先唔好急住解毒層擋災，金屬氧化、急速限水、濕氣、化妝品都可能令顏色改變。先檢查錢包有冇掃籌，硬幣有冇同其他物件摩擦。從民俗角度可以將呢件事當成提醒，最近要更加留心支出，但唔需要恐慌。如果硬幣曾意跌出嚟，先檢查卡位是咪鬆咗，錢包是咪破損，呢個實際問題唔處理，無論放咩都去跌。如果錢包已經唔安全，就應該更換。從象徵角度睇，活鑒反覆跌速，亦可以提醒自己近期做事太急，活品冇固定位置，生活秩序需要調整。如果有一日你開始日夜望住微硬幣，期待佢俾你帶嚟橫財，甚至因為冇見到效果而生氣，咁就應該暫時將佢收起。因為養品是用嚟提醒平常心，最後反而變成貪念來源，已經失去意義。風水互鑑應該令你穩定，而唔係控制你情緒。有人去問硬幣需唔需要更換？正常情況下冇必要頻密更換，只有硬幣完整、錢包乾淨，直至見到佢仍然值得守財初心，就可以繼續使用。唔好美甲主義而又換一個，而唔好聽到另一種說法就全部推翻。財運最怕嘅其中一樣就係今日信一樣，聽日又追另一樣。當硬幣已經嚴重磨損，變成或者錢包更換，可以做一次簡單交嘅，將舊硬幣取出，清潔之後放入家中固定位置，或者作正常流通使用，唔需要丟棄，亦唔需要做複雜儀式。新硬幣仍然以乾淨完整嚟源正當為原則。原文常講生極硬幣，但我更希望老朋友們生極嘅，計自己對金錢個判斷。真正個生極唔係面值變大，係記你開始有能力拒絕不適合嘅機會。以前見到人哋賺錢就生極，而家識得先了解。以前有少少積蓄就想話，而家識得留一部分應急。以前怕拒絕親友，而家識得手做界限。當你出現呢啲變化，財庫自然比以前穩，因為承載財富嘅從來唔係錢包大小，而係一個人嘅心量同規矩。錢多咗，借人亦多。你要處理稅務風險、家庭分配、資產安全，冇足夠判斷力，財富反而去變成壓力。老朋友們不妨由8月1號開始，為自己設一個簡單居住，任何超出平易習慣嘅消費都唔好實時決定，先放一晚，第二日再睇。任何需要投入較多資金嘅機會，至少揾一個冇利益關係嘅人幫你睇。任何要求保密、催促轉賬或者借用賬戶嘅要求，則加拒絕。好多破財都是因為人情，親友話自用，自己唔好意思問清楚；熟人話有門路，自己怕唔跟會實地；子女或者朋友話只係借個名，自己覺得幫一次冇問題。老朋友們一定要記住，
真正愛你嘅人唔會要求你用退休保障、住所、身份資料去承擔佢個風險。守財唔係冷漠，而係有界線。你可以幫人，但又喺自己能力之內，可以借出幾多，先當作最害情況收唔返都唔影響生活。涉極擔保、抵押、代收款項、大開賬戶，就要非常小心。呢啲問題一旦發生，唔會係靠放幾個硬幣可以化解。好石亦係2026年需要留意嘅地方，可往容易令人講說話太快，嬲起上嚟咩都講。家庭因為強人爭拗，往往唔係數目本身，而係覺得對方唔尊重自己。老朋友們討論金錢時，盡量揀大家情緒穩定嘅時間，講清楚事實，唔好翻舊賬，唔好用難聽說話傷人。平易易手的陳意講自己冇錢、命苦、倒霉，唔係講咗就一定招嚟壞運，唔係以呢啲說法講得多，個人會慢慢相信自己冇選擇。當一個人覺得點做都冇用，就會放棄整理、放棄計劃，甚至因為絕望而冒險。說話會影響行動，行動先去影響結果。老朋友們可以將抱怨改成更實際嘅說法，唔好話我永遠留唔住錢，可以話我由今日開始自低支出，唔好話我命中無財，可以話我先守做生活基本盤，唔好話人哋有緣我冇緣，可以話我唔需要同人比較，我按自己步伐行。身體狀態同財務判斷亦有自己關係，長期瞓得唔好，精神疲倦，血糖太低，情緒暴躁時，人去更容易作衝動決定。網上購物、追高投資、與人爭執，很多時都發生喺夜晚精神最弱嘅時候，所以重要決定盡量放喺消息足夠、頭腦清醒嘅時段。唔好喺深夜因為一段影片、一個群組消息就實轉賬，唔好喺嬲怒時決定同人斷絕金錢往來，又唔好喺急度興奮時加大投資。等一晚很多事情第二朝再睇，感覺去完全唔同。呢一晚嘅注意就係保護財庫嘅緩衝。屋企風水亦可以配合簡單整理，門口唔好堆滿紙箱蝕戶，因為每日出入都會覺得早致。餐台唔好長期放滿賬單同雜物，因為食飯本嚟應該令人安心。睡房避免將大量財務檔散放牆邊，免得臨瞓前不停擔心。所有檔分門別類，財務事情安排固定時間處理。家中所謂財位，唔需要放滿珍惜擺飾，彼此堆放招財戶，一個乾淨明亮、冇露水、冇味味、冇雜物阻塞嘅角落，更有實際作用。露水又燒，燈壞又換，抽屜太亂又整理。風水講資料，生活上就自環境去影響情緒同習慣。老朋友們亦可以喺8月1號檢查一次固定支出，電話費有冇不需要嘅服務，銀行賬戶有冇長期扣款，保險內容自己是咪清楚，會員費有冇重複，網上平台有冇忘記取消。每月省下一啲無意義支出，比追逐高風險回報更加穩陣。就係檢查自己儲備，一般家庭最好準備一筆可以應付數個月基本生活嘅資金，實際金額又按自己情況決定。呢筆錢唔會用嚟追生，唔會用嚟借人，亦唔會見到促銷就攞出嚟。佢最大功能是當生活有變時，俾你時間冷靜處理。如果手上有債務，先列清楚利率、還款額、最低還款額，高利率債務優先處理，唔好再用先債補舊債。遇到困難可以向銀行、合法債務協助機構或者可信任嘅專業人士查詢。千祈唔好相信聲稱可以快速清債，但要你先交大筆費用嘅陌生人。
財運好唔好？唔可以只睇言行數字，家人相處安穩，身體有精神，遇事有人商量，升學有選擇，呢啲都係財。有人錢多，但日日經被人晚晚瞓唔着，未必真正富足。有人收入普通，但心理踏實，支出有度，反而過得安穩。所以我一直講，先求穩，再求增長。你連資本生活都未穩，就唔好積住追求翻倍。你對投資內容都唔清楚，話到因為朋友話好而參與，你心情非常焦慮，就唔好做重大決定。等自己站穩齊路，先有機會行得長。2020路丙午年嘅機會確實多，但可以容易製造表面繁榮，見到人哋展示收益，唔代表你知道去陳述幾多風險；見到一間店多人排隊，唔代表一定賺錢；見到某種產品突然流行，唔代表半年後仍然有需求。老朋友們有睇實際數據，唔好只睇熱鬧。人最容易破財嘅時候，就係覺得自己今次一定唔同。以前輸過，今次想翻本；以前錯過，今次經濟錯；以前被人睇低，今次想證明自己。當戰前注定背後換越太多情緒，判斷就容易偏。硬幣放喺前波累層，就係提醒你先停一停。每次準備付款，尤其較大金額，可以問自己呢樣係需要定係一時有？買咗之後會唔會影響下個月生活？係咪因為減價先買？係咪因為怕人睇唔起？係咪因為心情差想補償自己？只有答案令你猶豫，就遲一二再決定。每次準備投資，而可以問自己，最壞情況會損失幾多呢？比損失我承受得到嗎？我有冇真正明白產品？退出機制傾唔清楚，對方係靠咩賺錢？如果我唔參加，生活會唔會受影響？如果唔參加都冇影響，就唔需要激。硬幣真正代表嘅唔係招財，而係自律。自律唔係令人辛苦，而係保護你喺情緒最強烈嘅時候唔做錯事。就好似乜錯，平日覺得冇乜特別，真正需要時先知道仲有。數財習慣一樣，平時慢慢經歷，遇到誘惑先可以發揮作用。老朋友們，而唔需要因為過去做錯決定而不停責怪自己。人有時會因為信任焦急、信息不足而受損失。最重要係承認事實，停止追加，保留證據，尋求正當下足。唔好因為唔甘心就投入更多錢想追回嚟，好多損失就介喺追數、翻本、補倉之中越變越大。從8月1號開始，可以每日做一件小事，自己當以一筆最有價值嘅支出，同一筆其實可以避免嘅支出，唔需要寫得複雜。1個月後回頭睇，就會知道自己最容易喺咩情況亂花錢。有人係心情差時買嘢，有人係同朋友出街時超支，有人係見到限時優惠就失控。當你睇清楚自己嘅模式，先有方法解。心情差時想買嘢，可以先落路行一陣；怕拒個朋友，可以預先設定每月交嘅預算。見到優惠容易衝動，可以將購物車放24小時。解完好多時唔係做一件神秘大事，而係修正一個重複出現嘅小習慣。對家人亦可以再一次簡單交代，重要賬戶保單等放喺邊度，至少有一位可信任家人知道。密碼唔好隨便寫喺錢包，但可以用安全方法保存。遇到突發情況，家人揾唔到資料，往往會造成額外損失。整理好資料本身就係一種富財。防詐騙亦係0050重要課題，凡係自稱銀行、政府、親友，但要求實時轉賬，都要先掛線，再用自己用到嘅正式電話核實。收到子女求救訊息，先即刻打電話開人。
對方教你唔好，話俾其他人知，更加有停一停。真正嘅機構唔會怕你核實。老朋友們，記住唔熟悉嘅連結唔好亂下。身份證、銀行卡、驗證碼唔好傳俾人。任何人話要自用你嘅賬戶收款，都唔好答應。就算對方係熟人，都要問清楚用途。好多麻煩唔係因為貪心，而係因為不好意思拒絕。風水講趨吉避凶，最實際嘅避凶就係增加學識，減少衝動，唔好相信自己一定唔會受騙。騙徒利用嘅往往唔係貪心，而係關心家人，害怕出事，尊重權威，或者想幫朋友。先陳人，每個人都有可能判斷失誤，先會願意戰力防線。講到呢度，老朋友們應該明白，錢煲圓面嗰枚硬幣只係一個開始，真正嘅財庫係你嘅生學習稅。早啲休息，保持頭腦清醒，重要事情留時間思考，支出有記錄，家人有溝通，遇到陌生要求先學實。呢啲全部都係守財布局。一個人財源開始穩定，通常會出現幾個變化。買嘢之前會多想一陣，見到別人賺錢唔再焦激，遇到高回報梳化會先問風險，手上有數積去，又唔激住花青。呢啲變化可能冇人讚你，但佢哋去慢慢改變你之後幾年嘅生活。當你可以平靜面對金錢，唔因為多咗就興奮過頭，唔因為少咗就完全失控，你先真正有能力承接更大嘅財。金錢唔中意混亂，因為混亂會令人做錯決定。金錢亦唔中意恐懼，因為恐懼會令人過度保守或者突然冒險。最理想嘅態度係尊重但唔微算，珍惜但唔自作，願意努力但唔妄想一步登天。需要用錢時正常使用，需要拒絕時守做界線。錢係工具，唔係身份。你擁有幾多錢，唔等於你有幾多價值。老朋友們，今年要特別留意比較先。社交平台上面，人人都展示最後一面，別人買樓、旅程、投資有收益，未必代表佢冇壓力、冇負債。你唔需要用自己嘅全部生活去比較人哋剪出嚟嘅一小段畫面。每個人命盤、責任、家庭狀況都唔同，你真正需要比較嘅係今日嘅自己有冇比上個月穩一啲，錢包有冇整齊一啲，支出有冇清楚一啲，情緒有冇平靜一啲，遇到推銷時有冇敢講一句我有考慮。呢啲先係財運向好嘅實際跡象。如果8月1號你只做一件事，就清理錢包；如果可以做2件，就再檢查固定支出；如果可以做3件，就同家人確認重要資料存放位置。做完之後，先考慮放硬幣，次序唔好倒轉，因為先有次序，上增戶先有意義。錢包裏嘅紙幣可以盡量擺整齊，同一方向放置，方便點算。收據當日或者每星期清理一次，唔好長期積存。常用卡放固定位置，唔常用嘅卡留喺家中。現金唔需要帶太多，以安全同實際需要為主。硬幣唔需要美而差，亦唔需要供奉，你只有記得佢代表一個承諾，唔用焦激作決定，唔用貪念追機會，唔用面子破壞預算。當有一日你已經自然做到，監唔監到微硬幣都可以保持清醒，咁就代表真正嘅守財習慣已經建立。我而想提醒老朋友們，任何聲稱單靠一件物品就可以保證發財解命、消除所有災難嘅說法，都要保持距離。正統民俗智慧重視嘅，從來世人同環境互相配合。人唔好改，環境再靚都難長久。人有規矩，普通生活亦可以慢慢變好。
8月1號計一個新開始，但唔需要俾自己太大壓力，唔係一日之內就要將所有問題解決，先由一個抽屜、一個錢包、一張支出表開始，每做完一樣，心裏就會清一啲。心清決定自然清，決定清，破財之去自然去少。財源從來唔只係賺幾多，而係留低幾多，使用的合唔合理，有冇換嚟真正需要嘅生活。花錢照顧健康，維持家庭，學習有用知識，改善居住安全，呢啲都是有價值嘅支出，唔好將數齊理謝成乜都唔捨得。真正需要減少嘅是情緒性消費、面子性消費、重複性消費，同埋自己根本唔明白嘅高風險投入。需要保留嘅是生活質量、身體需要、家庭責任同埋面對意外嘅能力，識得分辨先教有才智慧。最後我再幫老朋友們收一收今日重點。8月1號先清理錢包、國旗卡片同無用單據要處理，錢包破損又更換，唔需要追求名牌。硬幣有乾淨完整，自正常流通貨幣，來源正當，單獨放喺內層固定位置。硬幣唔係發財保證，佢只係提醒你守做秩序。2026丙午年可賜旺，支去多，消蝕快，情緒容易被帶動，越係快一定賺，越係催你即刻決定，越要停一停。所有重要金錢安排都應該核實資料，同家人商量，按自己能力行事。口少一點抱怨，心少一點比較，生活多一點規律，支出多一點自律。當你唔再因為焦急追錢，計先將自己生活穩住，屬於你嘅機會先容易留下。財庫真正穩定，唔係靠一時熱絡，而係靠長期清醒。老朋友們，覺得今日內容值得參考，記得訂閱生蠔綠頻道，順手點個讚，亦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一句8月開源，財庫安滿。由8月1號開始，整理好錢包，整理好支出，整理好心情。願老朋友們做每一個金錢決定之前，都有時間想清楚，數得住辛苦所得，過得安心穩定。